在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天气啊。今年即马在中度的风台阴兴，是伫李宋岛东边的海面上，目前是因巴蜀海峡会进入南海，伫接下来台湾的机会是增加。因为今仔日咱的天气会继续受东北季风影响，各地头拢感觉较凉冷。咱来看云图。今仔日桃园以北、宜兰花莲是有局部低降雨，也若新竹、苗栗、台东嘛有13雨。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。过到了后，中南部的山区嘛有低降阵雨。下暗开始受风海外围群气影响，遮方面的北部、东半部雨水拢会增加。吉隆北海岸、宜兰花莲也有大台北山区高出现局部大雨，东北部嘛有机会会上大雨、落大水雨。也若今日透早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石碇仔，是15度。透早各地头低温拢是18度至21度左右。也若日时开始，北部、东半部、外岛高温是伫22度至25度，规工是感觉凉凉啊。中南部今仔日高温也有28度至30度，也毋过中南部是爱细日，只是暗时温差较大。